大家好，呢條題目咧會係關於百分數啦，一啲買賣成本、售價、標價、折扣、盈利、虧蝕等等嘅事情嘅題目。咁呢條咧係2021年嘅 DSE 試題卷1嘅第6題。題目咧我就將佢分成3部分。嗰件襯衫嘅標價咧就比成本高80蚊，用咗藍色去表示。跟住咧標價嘅9折售出，用咗黃色去表示。然之後盈利百分率咧係30%，用咗綠色去表示。咁呢度咧我就會用 C 咧去表示成本咯，M 咧代表標價，S 咧代表售價。咁所以第一句藍色嗰句咧，其實就係講緊標價同成本嘅關係。咁所以咧標價我哋用 M 去表達，成本我哋用 C 去表達。高80蚊就將 C 咧加80咧就係 M 咯。第二句咧係標價嘅9折出售，9折咧咁其實就係90%，即係0.9咯。然之後咧乘落個標價嗰度，咁呢個咧係標價同埋售價嘅關係嚟嘅。咁所以0.9個 M 咧就會係售價等於 S 咯。第三句綠色一句咧就講盈利百分率係30%。講盈利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比較成本同埋售價啦。咁所以呢一句咧就會用 S。會係成本乘翻1加30%，因為盈利係多啲嘅，所以我哋用1加30%。咁所以咧，而家我哋咧就列咗3條嘅方程出嚟。咁你會留意到咧，其實黃色同埋綠色嗰句咧，佢哋嘅主項咧都會係 S 售價嚟嘅。咁所以呢度你可以直接將0.9個 M 啦，等於 C 乘1加30%咧，就可以列到一條方程出嚟咧，就唔使3條嘅方程啦。咁所以跟住咧，我哋就會用標價啦，同埋用標價同埋成本咧去計呢條數咯。咁所以第一步我哋要做嘅嘢咧，就切翻 M 同 C 咧，分別係標價同成本。然之後列翻第一式，即係 M 等於 C 加80%啦。M 等於 C 加80啦，嗰個係錢嚟嘅，唔係 percentage 嚟噶。第二條式咧就頭先講啦，0.9 M 黃色嗰句會等於 C 乘1加30%，即係綠色嗰句。咁喺呢度咧，我會將1加30%咧直接寫做1.3啦，咁方便我哋陣間去計數啦。咁第一式咧會係 M 做主項嘅，咁所以跟住咧我哋就會將第一式嘅 M 嘅主項咧擺落去第二式嗰度，咁將第一式代入第二式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得到嘅方程咧會係一個 C 嘅方程咯，0.9乘 C 加80括住佢啦，然之後等於1.3個 C 嘅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就會做一啲簡單嘅基礎嘅拆括號啦、加減移項、乘除移項嘅步驟啦。咁就拆咗括號0.9乘 C 啦，0.9乘80啦，就到0.9 C 加72。你見到我用蛇仔咧間住咗兩個 C 啦，即係話我要將呢兩個項咧做加減移項咧擺埋一齊，咁所以我哋會得到1.3 C 減0.9 C 咧，就得到0.4 C 啦。咁跟住嗰步咧就會做乘除移項，將0.4咧調過左手邊做除數，得到180啦。好，計到 C 之後，計到成本之後咧，我哋又翻返去題目嗰度睇一睇，佢要我哋計乜嘢啦？題目就話要計標價嘅，咁我哋就計咗個成本出嚟，個成本咧係180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可以用翻藍色嗰句嘅第一式，180加80咧就等於個 M 啦。咁所以咧，跟住咧，我哋就會將180加80得到260，最尾就寫翻個答句，標價咧係260蚊啦。咁呢條咧就咁樣做完啦。